再来看强力分局2个月来抓到2件诈骗集团假造合法的投资公司哦，有民众加入股票投资的群组诈骗民众。另外嘛，抓到真侪间有名的投资公司和诈骗集团用来骗人。警方嘛呼吁民众哦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中立一个66岁姓周的负责人，进前伫通讯软体LINE顶悬，互人邀请加入自相官方客户投资群组，听信高获利、高报酬者诈骗话术，陆续面交202万。诈骗集团故意配合金管会监管部门核查为理由，爱国交105万的验证金，才有法度把钱领倒转来。伊感觉有问题，上网络去找自相投资的关键字，发现有中立分局进前查到诈骗车手的新闻，伊遂报警。制定缜密查缉计划，一举查获2名车手，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，并持续扩大溯源，追查其他集团成员。2个车手互人扣掉的带回警局，2个月来中立分局查到第2件诈骗集团，冒用合法投资公司自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，创建股票群组，诱人入群，进行投资诈骗。真侪间出名合法投资公司，拢互人用因的名义来骗人。控制到后面，到后面。等一下。根据统计，将近3个月，敢若中立分局抓到诈骗集团假合法出名的投资公司诈骗的案件，都有18件，互人骗去的金额有5000万。中立分局是呼吁民众，若是拄到类似的情况，爱随报警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